來看台南仁德寶成東路甲崇德路口，這台車是真多，還有大樓地下停車場的出入口。市府甲公所會勘了後，是有採這防浪條啊，咧阻擋駕駛破過雙黃線。不過才好到單，才無半個月，6天就去互大隻車告過2屆害去。警方這陣是要追查違規駕駛開罰單，里長嘛要討賠償。台南仁德區成功里內，將這路底一台汽車當咧當紅燈，車停了後一絕通行，看起來親像真平常的交通現象。也毋過後一秒，一台大卡車駛真緊，直接將佇道路中央的5支警示條交過，就安尼離開現場。這款情形並毋是頭一擺，是6日來的第2擺，當地里就是氣噗噗調出監視器報警。那當初他可能也沒有報警啊，借這個機會要提醒大家，遇到這樣的狀況，盡量就是要先報警處理，以免有肇逃的疑慮啊。隔天我們又換上新的之後又被那個吊車又碾壓過了一次。這邊是緊鄰社區的地方，大家應該盡量減慢速度。當地是T入口車流量多，加上附近大樓停車場出入口都佇青紅燈之下，車流小閃，常有爭道現象，甚至也有駕駛換過雙黃線反向。也安尼社區會同市府甲公所會勘了後，佇寶成東路的紅車燈之下，裝5支防浪的2支警示條，避免車輛換過雙黃線。哎嘛，足危險的呢！有當時啊，你安尼駛遐緊，人啊，有咧慢的人，互你用着就較對啊。已經壓壞3次了，大部分都是拖拉庫，可是你不能裝硬的啊！你裝硬的，萬一撞上去的話。本文舉將依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第45條第1項第3款，不依規定駛入來車車道，依法舉發。里長家己提前佇路口附近裝個監視器，將大車違規規定全攏錄起來。警方會以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依法舉發。同時也呼籲，希望用路人千萬唔通貪圖便利，確實遵守交通規則，一切安全。記者綜合報道。